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！名家名段节目又和您见面了。在上一期节目里，我们一同欣赏了傅全香与范瑞娟两位老师主演的5集粤剧电视连续剧《孔雀东南飞》中的精彩选段。和梁山伯与祝英台一样，《孔雀东南飞》也是范傅两位老师的代表作，曾经在许多场合无数次演绎过这一段动人肺腑的故事。从前来自情，你满眼真，宗亲，兰子没有罪，兰子回来了，兰子在你身边。兰子，你回来就好啊！我有话向你说原言。昨夜晚我眼神为你哭哀切，我是无法向你谢。兰子见动了，兰子啊，我终有言语千百句，在家中要想出路难开口。兰子啊，我带你过来送别你，你却是在意要迎不肯自古道赵康之心不下当，为什么兰子无辜遭不休？你明知兰子无辜吧，为什么你惧怕母亲不开口？不惜恩义一段情，夫妻今晚也无缘。你和我今宵离别啊，我你此生永不再聚首。兰子，哪个要你来送礼？谁人要你来做女婿？你是去啊临盘高门少女眷，我兰子无法与你既来安生。你我夫妻今晚千秋万代永不休，说什么临盘高门陈家儿，恰恰启用来摆酒，我与你结发同真心，往前共为业，从前真人将你对，兰子啊，你在万家莫占有，无论是我须等，我夜里归家中，哀求娘亲将你收。
男子啊，堂上此事我承认，我从前凭将一事来相认。从前啊，你无需为我做马女，不识从事不难过。男子啊，万事皆由我承受，娘亲与你无大仇。你娘亲的心肠我看透，是法杀了他姐妹，我如今莫言成了罪孽，无辜万把落盲头。我莫只害你蒙了血，你姑少亲为万一救，来自你不念某些年当初你谈年父母年老没年幼，来自你一种手一种为家将我我与你是第四位手共把手，众人分开做长久。男子并非男子讲理的动情啊，只有人来梦几分。男子从请你典度尊重，好自为之，是男子不能拒的，男子许也。你真是这样的贴上心肠。是男子是这样的贴上心肠，你就这样的去了。是男子是这样的去了，在我见面之时了。在我既然是此，从前也别无他救，你慢走一步，从前送别了。从前我与你生同真心，死同永。自从早此别挂，这一夜之间，我无中举位。大手准备
死了啊！昆曲大师于正飞先生比较京剧与越剧的《孔雀东南飞》时曾经说，京剧的剧本虽然华美，但可惜太冷，而越剧则不同。看傅全香的演出，从大幕一拉开便感到热，开头热，中间热，结尾也热，热的人呐，泪如断线珍珠，刹也刹不住。在是可讲，天明有事，回往歇息去吧。兰子，你是委屈了，所以你哭。
母亲打你了。原是我不好。你是好的。不，来子，不，来子，我且都知道。你能是父母不好？你是好的，是我不好。从请你不用杀你。母亲她叫我究竟为了些什么呀？没有什么。你何苦问我？你何苦要问？我不愿让你委屈，你就不能为我庇护？你放心，你真过我。父亲，你好自为之，莫为我伤身。你好好与我明说，母亲她究竟是了些什么？难道真有此别？我不能分。你我夫妻实有法，自古三数不尽情。来子，我偏要你是你真怪不是？来子，好来子，我不是说你呀，我既认识过你了。我与你夫妻结发同真心，王建空为友。你有什么话不能与我说？我有什么事且要自私说啊？好来子，父亲，我说与你听。你莫为我伤身，我知道。你我结发真夫妻当在不相见。我是孤马路。那伯母愿意来相见，他言我是岁月无力的容貌配若文钱，这是哪里是气呀？平定不要教养少，表家妹妹母亲你好不知所以，表家媳妇真难做，我兰子独虑你家班早宴，从前啊你不是曾自取得父母高，将我牵归莫爱恋，从前啊你受伤人死去也，那父母定上路还言。何出此言？你何出此言啊？你我结发真3年，恨夫妻常人不相见。我知你夜夜记着鸡鸣起，扫墓子母不退
也，3天能耐无匹夫，父母正好来下言。你既然是专业无理解，容貌丑又为钱，在秉性教养也无愧，教家何尝是体面，教家心无为你做。你可知做了有三生存钱，来自啊我就要从此取得父母高，将你宽恕情怜，来自啊你手上人我去也，父母定我如何也。我怎能杀得下你嘞？你不要哭，对于人物性格的细腻刻画是越剧最擅长的地方。在《孔雀东南飞》中，如果说焦仲卿是让人又怜又恨的话，那么傅老师饰演的刘兰芝则让人又爱又敬。面对婆母的无理指责，她始终表现得有礼有节，既有隐忍退让，又不失风度。一个外表柔弱内心刚烈的古代女子就这样在舞台上立起来了。我花男子有吩咐，我既然还你，你丈夫还你了？仲卿还我吗？吾还父命，修为不敬，仲卿。是为不敬，你须留人才是。相公还我何事？母亲，你对他这死了吧？是。兰芝，婆母觉得你对他不好，对他实是不好。对我虽然情深，也外不好，小姑不好啊，对小姑也不好。兰芝哪里不好？婆母相公弹冠训告，下次改过就是。改过就是。他改得过吗？像是能够改得过的。你怎便知？孩儿原是不知。来自你能改得过吗？媳妇尽心竭力改过就是。尽心竭力改过就是了。我看未必，母亲说的未必，你看是哦。
儿当然是此，那就赶快与他生命。是，来子，我就要与你生命了，就要死了。你听了也不用耐受，耐受也是无用，只怕自己不好。就在天命，我想你能否回在娘家？从亲把你休了。相公，来自没有过万岁，我查出很眼见休呀。来自女儿不错，为我修理，你有切实所为。王父我名字，来自回家母兄同为，也与故为大。这的也是，你听了，你上不是公母，下不敬丈夫，邻里不睦，姑嫂不和，滥竽操作，用于苏息。我母子为你所割，他兄妹为你争执，无理皆是罪有，奸贼下人，杀是生非，得也用公私的居上，再有一劫。49门3年以来字字不生，上言道不孝于三，无为为大。你知了我教家讲言，今日休礼，请为无礼。有些我便不是非，教家无礼这个媳妇不劳辩白。从其这是喜酒休书，天命负他带去。女儿把子别与你哥哥。天命就在我心，你在外有言语陈词，失于从轻，不然就真得应张胆等天命皆早为下。女儿得为娘为王小息。不，嫂嫂，宫中见怪碌碌忙，连累你嫂嫂遭了殃。嫂嫂啊，你听着对我言好，叫我永记不能放。这母亲为定妆，嫂嫂啊，我求你，你要记早回家想我。不管你嫂嫂回来不回来，嫂嫂有话你记心上，父母你们要你尽照顾，你姑姑的起居你记忘，嫂嫂在家嫂成大，嫂嫂不在要妹子在我国诗歌史上，孔雀东南飞与木兰辞被誉为乐府双璧。它优美的文词为历代文人所称道，而越剧在改编诗歌的过程中，既保留了辞藻华丽的特点，又做了通俗易懂的改写。一段
记得那年春花发，唱来深情并茂。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欣赏一下。金台应大宝官场，在茅草上莲花，当初何必心上望，也未曾把你叫是门风暴，成婚3年无三。早晚姑娘也到，寒心是苦，今早去牵，我竟是两难才为家。己我也无必忘，我把张脸见留下，想念落七十，落银鬓烛花，才算是深夜心我也比你从去心人自有心悲家，是为我做人心人，我了公去千里路望傅全香老师十分喜欢刘兰芝这个人物。傅老师提到刘兰芝时说，她聪明、美丽、多情、倔强、忠贞、竭力，有才华、有见识，恨不得把所有的赞美之词都用在这位悲情的女性身上。而她为塑造这个形象所下的功夫，也不亚于祝英台。
难进退呀！娘啊，你女儿才是无才姑，我与这姑也能许你就要欺压你了，欺我出路。大郎什么本事，没有才姑也能出气呀！可怜我是有口难言，自与非呀。在家家不喜在三年到娘家东包收缩不能去呀。青山的路女与难怪他人更猜忌。下策，你怎能出此下策？为娘哪里不信你嘞？你有何苦责怪啊？妹妹，便是姑姑记恨不认你了，我是手吃多了，气无多了，我那可怜的儿啊！娘啊娘，你女儿深夜病长死，众亲缘必得意，一路之上再三相看，似无天内定当结尾。哦，众亲缘是好的，我是个急性子，等不得只许设置。大郎，小不成乱大门。公啊，你连来同情我想你。
傅全香老师的好学在戏曲界是出了名的。1939年前后，傅老师和马章花、袁雪芬等人在大来剧场演出，而4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正巧在更新舞台，也就是今天的中国大戏院演出。2个剧场相距不远，傅全香每天演完戏就匆匆忙忙卸了妆，赶到更新剧场看程砚秋的演出。那时候傅老师的包银没有多少，而程砚秋的戏票却是很贵的。聪明的傅老师便每天溜到剧场3楼的木匠间里，从木匠间的小窗户望下去，舞台上的演出一览无余。之后有一次傅全香老师去北京开会，遇见了程砚秋，就把这一段偷师的经历告诉了程先生。程先生不禁哈哈大笑起来。此后2位艺术家关于唱腔方面的切磋就更多了，而傅派的花腔女高音也有不少得益于程派的唱腔。儿郎，你哥哥舍的甚是，你还是慎重才好啊。为娘与兄长的苦心上
不相比，兰子凄美绝呀，我只有一丝想起。放在上灯了，放在不用事而下去。姑娘，你要闭口吗？不要哭，我想闭口。不要哭，你不能上帝在走，今天姑娘可能你要悲伤。你真生死不能，可笑不成呢？姑娘，你来看。欣赏完了傅老师的花腔女高音的精彩演绎，今天的名家名段有关孔雀东南飞的故事也要告一个段落了。在下期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您介绍傅老师的复排艺术。观众朋友们，再见。你叫我与子。
是